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藝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個銀線灣屋苑式有管理嘅單位，面積就1762尺，呢個實用面積。車房入嚟泊到2架車房。入嚟有個客廁，呢個單位係3房，其中一個套房，租金就65,800，租金65,800蚊。呢個係客廳嘅位置。呢一間係全新裝修，啱啱裝修好。師傅仲有啲嘢要執漏，所以有啲膠紙喺地下。呢個係飯廳嘅位置。出面有個花園，或者叫做平台。廚房隔離就工人姐姐嘅套房。心痛，但你聽到嗎？和情人331問來替我話，身後已無聲放有聲，領略是你需解剖。和情人緊緊擁抱來代替講話，好嗎？你快樂眼淚雖灑了，而不准。呢間套房呢個海景非常之靚。
真，同樣你也變天真。憑了發覺這個世界很美，相戀的世紀，我為你偷偷心動，感覺神情凝重，你也被我真心感動，如臨失控，像一擊即中，變出生活魔法，黑面光單變雙，是1+1的相縱力量，愛得深厚，還不犧牲背肩，決不怕風不怕傷，這力量就像是不可思議，奇人奇事是神奇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